有一次，出海看到的一幕，卻觸動了老虎哥的心。有一次咧，我網魚，即係跟老豆出海啲網魚咧，就見過有條死嘅海豚，好細條嘅，但係好奇怪，嗰條大嗰條海豚咧又不停咁圍住佢。我覺得好奇怪，咦？點解有呢個動作嘅？嗰陣時我10幾歲，梗係冇咁識啦，係咪先？跟住原來佢個動作咧，即係想叫醒一條海豚仔。原來佢伴住啲佢啲 BB 咁樣，佢啊個腰折咗死咗，佢伴好耐，超過1個禮拜嘅。白海豚媽媽一次只能生1個孩子，1年左右的哺乳期，小海豚必須跟媽媽形影不離。在之後的2年時間裡，小海豚還要向媽媽學習捕食的技術，怎麼追逐魚群，怎麼驅趕魚群，怎麼吃到食物。比如這種一躍而起的技術，不光能表達快樂，還能直接拍暈水中的魚。白海豚也有自己的族群，有時候族群裡的其他雌性海豚會一起照顧未成年的海豚。這種時候，小海豚就有機會學習更高難度的技巧，它們互相協作，圍捕魚群。